另外来看这花莲的太平洋公园呢，是有青少年骑这微型的电动两轮车入去，而且呢，佮把这车链挂伫咧哪像是玲珑马的这个设备顶头咧耍，作个行为是引起网络的关注。一定穿乌衫的青少年，加微型电动车后链骑去哩底座顶面，利用后链带动规个底座玲珑式，射甲真紧，个人算甲规个摔碎。敢不敢？我来。好，你来。你要卡住它，对，然后你的左脚卡在那边。不是，我是。转慢一点哦，转慢一点哦。OK。好了。来到太平洋公园的囡仔游乐区，这个玲珑式设施告示牌顶面有写使用规定甲年岁限制。虽然这个底座看起来无歹去，不过民众看到影片也是真生气。比较容易损坏了。我觉得这样子很糟蹋，就是公共建设，就是毕竟那是给小朋友玩的。官府建设处是表示，太平洋公园是禁止各种汽车、机车入去。这阵青少年骑微型电动车入去已经违反规定，乌白使用娱乐设施，这站也会追究。如果用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式造成油具损伤、损坏，甚至影响到他人的安全哦，县府还是会提出相关的这个求偿的方式。那我们在现场都有装设相关的摄影机。因那普遍的青少年已经赶紧把文章抬掉，也会失礼。官府强调会加派人力巡查太平洋公园，也对骑无共型的机车入去的民众扣款，也是开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